七国集团领导人周日承诺，将在5年内筹集6000亿美元，为发展中国家所需的基础设施提供资金，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。据报道，美国总统拜登和其他七国集团领导人在德国举行的峰会上，重新启动了全球基建和投资伙伴关系项目。欧盟委员会主席表示，欧盟将在同时期为倡议筹集3000亿欧元，建立一个可持续替代方案，取代习近平在2013年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。土耳其、阿塞拜疆、哈萨克斯坦首次外长及交通部长会议在阿塞拜疆开幕。在三国外长和交通部长第一次会议上，三国官员讨论了开发里海和东西中部走廊潜力的问题。根据中国统计局公布的数据，中国上个月工业企业利润大幅度下跌，同比下降6.5%。北约秘书长表示，瑞典、芬兰和土耳其正在就解决土耳其的安全问题达成协议，会谈将在马德里峰会上继续进行。同时，瑞典外长表示，瑞典将认真对待土耳其对恐怖主义的关切。在参加内盖府峰会期间，美国、以色列和4个阿拉伯国家同意加强合作，并在每年召开外长会议。在美国乔拜登即将访问中东前，巴林召开了内盖府峰会指导委员会会议。约旦南部港口城市亚喀巴发生集装箱爆炸及泄露化学气体事故，最少10人死亡，250多人受伤。